喺2026年世界盃嘅時候咧，美斯將會踏入39歲，今次應該係佢世界盃嘅 last dance 啦啩。唔好話佢啊，連佢班保鏢咧睇住佢長大嘅一班球員咧，都開始逐漸年華老去。到底阿根廷咧可以走得幾遠呢？ Hello， 歡迎嚟到李基夫嘅 channel。哇，好似好耐冇同大家拍片啊！咁嚟到世界盃咧，當然要贈慶下啦。要講嘅時候咧，就一定係以外隊阿根廷為先啊！冇計，睇住美斯而長大嘅咧，一係啊美斯，係 C 朗嘅咧呢個年代。咁啊，如果講到阿根廷嘅話咧，佢哋嘅特色同其他國家隊唔同嘅地方咧，就係首先有個凝聚力喺度啦。嗰個凝聚力咧就叫美斯啦。4年前咧已經係為美斯咧為阿根廷圓夢嘅佢哋咧，今年依然咧係會為美斯嘅 last dance 而戰。咁個個嘅戰意咧，相信都會 keep 得住嘅。另外咧，除咗個團隊方面咧，就係講緊嗰個球隊踢法嘅轉變啊。佢哋嘅踢法咧，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東西出到嚟嘅。例如21年啦，嗰陣美洲杯決賽對住巴西咧，主要係打穩守反擊。咁仲有迪馬利亞嘅入波啦。對住荷蘭22年世界盃嘅時間咧，係用3中堅去贏佢哋嘅。跟住去到4強對住克羅地亞踢4-4-2。決賽同法國對攻，咁基本上咧每場波都有唔同嘅一啲部署，可以見到教練團隊嘅訓練咧係相當之有效率。唔同球員嘅配搭、唔同嘅走位、唔同嘅位置，始終國家隊訓練嘅時間喺同球會咧係好大分別啦，少好多啦嚇，所以係好需要個效率喺度。甚至咧喺世界盃南美區嘅外圍賽對住巴西入咗個死球嘅配合啦，連死球戰術都有埋。即係緊貼到潮流啦，呢個咧亦都係可以除咗喺人員方面嘅分析咧，睇阿根廷去諗嘅話，佢哋相比其他球隊咧係即係1+1大於2，11個球員喺場上邊咧係可以發揮到超越佢哋11個嘅實力嘅。同埋相比之前咧，阿根廷4年之內嗰個人員嘅轉變其實唔算話太多啊。咁喺一班主力骨幹依然在嘅情況下咧，另外一個特色就係阿根廷嗰個嘅大賽嘅 mentality 咧，依然係可以 keep 到嘅。面對住唔同嘅大場面咧，幾次嘅互射12碼，包括對荷蘭、對法國，跟住到2024美洲杯對厄瓜多爾嗰場係踢得辛苦嘅，但係去到12碼咧，依然係可以贏到對手。咁就進而咧有呢個叫做2個美洲杯啦，一個歐美超級杯，一個世界盃咧，國際賽嘅4連冠成績啊嚇！講到互射12碼啦，最緊要嘅當然係個門將咧，因為佢基本上每一輪都可以參與。當中伊米朗馬天尼斯阿迪布咧咁啊，今屆咧依然係阿根廷門將嘅首選咧。不過咧，佢喺歐霸杯決賽咧熱身嗰陣就整斷咗隻手指啊！咁歸隊嘅過程之中咧，仲要接受包紮嘅。不過咁啊，佢熱身嗰陣傷嘅手指依然可以踢到咧，應該個發揮就唔係咁大噶啦。咁兩位後備嘅門將魯利同埋梅素咧出場嘅機會應該相對之細嘅。咁啊後防方面咧，中堅嘅老將奧達文迪，今年係38歲噶啦嚇。咁啊另外咧羅美路同埋利申道馬天尼斯咧，亦都係傷停咁樣啦嚇。都係棘下咁樣，個狀態咧唔知佢哋世界盃會係發揮如何啦。咁啊講到奧達文迪咧，雖然佢喺球會嘅發揮咧唔算話太過穩定，咁但係翻到國家隊咧嚇，包括羅美路啊成日攞紅牌啦，馬天尼斯都係去到國家隊咧會係精神多少少，個專注度會更加之高。咁啊去到右閘嘅位置咧就係2個 M 字頭嘅球員啦嚇，蒙迪爾。咁就翻返去阿根廷嘅聯賽踢河床嘅29歲啫，不過就摩連拿馬體會嘅後備選擇咧28歲，咁2個人選咧應該都係踢開阿根廷嘅，咁發揮咧都可以信賴嘅。咁左閘方面咧，之前就係阿古拿搭住達利亞費高啦，咁阿古拿咧就開始年華老去噶啦，咁啊達利亞費高咧就相對後生少少，不過都33歲噶啦嚇。正宗左閘得佢嘅啫，咁但係咧你話加埋客串嘅話咧，就可以掕埋美甸拿啦，或者係中場嘅巴高咧都可以踢呢個左閘嘅位置啊。後防對上嘅中場方面，相比4年前咧，4年前佢哋嘅中場線咧就係一支上緊去嘅一條
人員嘅組合啦，基本上咧係喺分組賽嘅過程之中咧，先確立到 Mecca 啦、麥卡里士打、迪保羅同埋安素費蘭迪斯嘅呢個組合啊。咁呢個組合嚟講咧，其實安素費蘭迪斯咧就係一直喺頂級中場嘅行列咧，楞住車路士去啦。雖然喺個更衣室方面啊，或者係一啲言論係有啲扭計反叛咁樣，但係無可否認咧，佢係中場嘅重心人物，包括咧喺阿根廷咧，似乎都要更加多靠佢噶啦。因為咧，麥亞里士達、Mecca 咧喺利物浦嘅表現咧，可以見到係長期跌窩㗎嚇。咁基本上咧，雖然跑唔算話跑得少，都努力嘅。咁但係有啲好關鍵嘅 duels 啊，攔截嘅對抗咧係真係大部分都係輸多贏少。咁另外兩個拍檔啦迪保羅同埋都經常可以見到佢喺正選嘅帕利迪斯咧，都係喺球員生涯嘅叫做 downward transition 嘅階段啦叫做走緊下坡。咁一個咧，迪保羅就係跟美斯去踢國際邁阿密咧，帕利迪斯咧亦都係翻去阿根廷去踢小保加㗎啦咁如果你話揾一個人上位嘅話咧，有機會會係效力利華古遜嘅柏拉斯奧斯。咁可能咧亦都會好似上屆咁喺分組賽可以確立個人員嘅組合啦。另外4年前因傷冇入選到嘅盧斯素咧，其實佢就可以作為中場方面一個進取嘅選擇啦。咁佢就係多數喺偏左嗰度活動，有時咧甚至喺左路有啲嘅變速啦，可以係帶嚟進攻嘅變化，去做啲嘅少少嘅爆破啦咁如果你話偏右咧，就有個後起之秀叫做力高柏斯。咁不過咧，你話楞住個進攻喺偏右位置咧，出場嘅時間咧喺阿根廷就相對係少噶啦。咁諗下保羅迪巴拿等等嘅例子，咁冇辦法，因為大佬美斯咧都係喺嗰度運作嘅。咁力高柏斯咧可能就係喺後備上陣嘅機會咧，或者美斯需要一啲體能流放嘅時間咧，先會有機會啦。阿根廷嘅進攻方面，相信今屆同埋之前嘅分別咧，要問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有冇人可以代替到迪馬利亞係即係除咗美斯之外咧，可以幫球隊擸住個波啦，同埋入到一啲關鍵入球嘅一個重要嘅角色咧，邊個可以替代到佢咧？呢個係需要去尋找答案嘅咁答案就分幾個啦。你話去到迪馬利亞咁犀利，就真係好難去取代嘅，或者好難去模仿嘅。咁但係你話迪馬利亞一啲嘅功能咧，咁睇下睇餸食飯啦，好似執藥咁樣執啦咁其中一隻咧叫做提亞高艾美達，咁佢係最接近迪馬利亞嘅技術型嘅球員咧，亦都係擅長用波配合，亦都係有遠射呢一範啦對住烏拉圭咧打開叫做入球咧，就係靠佢大位一個嘅驅射咁樣嘅。咁佢亦都可以同身邊嘅隊友咧，同美斯啦最緊要，亦都係夾慣夾熟都係製造過入波嘅。如果你話想增加左右兩路嘅衝擊對手嘅爆破力咧左邊有力高干沙利斯咧，右邊亦都係有馬體會嘅斯蒙尼仔仔基奧尼斯蒙尼嘅。如果你話佢哋兩個幾個加埋嘅話咧，咁可能個影響力咧都可以追到下迪馬利亞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就需要睇教練團隊嘅調配啦。有邊路嘅球員好似迪馬利亞咁樣牽扯住對方嘅防線咧，咁中間都容易啲數糊啦。咁中間方面咧，最主要都係兩個名字啦，拿達路馬天尼斯同埋祖利安艾華利斯拿達路馬天尼斯咧，亦都係喺阿根廷咧都算係老臣子嚟㗎啦。不過今個就長期受傷啦。咁其實佢嗰個嘅功能或者係嗰個移動嘅位置喺球隊嘅角色啦，喺球會方面咁就同近年嘅艾華利斯咧係相似嘅。咁佢哋兩個出嚟踢嘅時間咧，有時係見到未揾到一個好好嘅方法去夾，始終兩個咧喺球會方面都係重心人物。咁如果你話兩個揀一個嘅話咧，似乎祖利安艾華利斯咧嗰個狀態會係更加之巔峰嘅。咁另外一個正前鋒嘅球員咧，大家冇咁熟悉嘅名字就係荷西文路盧比斯效力彭美拉斯嘅前鋒球員，25歲，亦都可以踢副鋒㗎上年10月先係喺國家隊咧踢呢個地標戰，暫時係踢咗3場嘅友誼賽啦，出場嘅機會咧就相對之細㗎啦。好啦，阿根廷嘅球員就講晒㗎啦，仲有一個嗰個球王嚟㗎嘛，美斯
咁將會咧喺6月24號咧就踏入39歲，即係喺比賽過程之中度過生日啦。咁美斯咧應該今屆世界盃係國際賽旅途嘅 last dance 㗎啦嚇。佢近年嘅傷患咧可以話係幾何級上升啊！咁啊包括上屆嘅美洲盃咧，中途亦都係有內收肌嘅傷患啦，同埋喺決賽方面咧亦都係中途傷出㗎。近年轉戰美職啊，喺國際邁阿密咧，亦都有好多精彩嘅畫面啦，球王級嘅一啲助攻啊、入波啊、highlight 等等啦，亦都係帶領呢隊包尾嘅球隊咧，係可以最終贏到美職嘅總冠軍。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喺高密度、高強度嘅世界盃，可唔可以踢足咧？兼且有呢個球王級嘅表現咧，係好大嘅疑問嚟嘅。喺佢最後一屆世界盃，肯唔肯退位讓賢咧？將一啲部分嘅出場時間俾到一班嘅師弟去幫佢拼搏啦嚇，而自己喺有限嘅出場時間搏進去或者係射罰球互射12碼，需要一個精神領袖帶住隊波嘅時候，佢先出場咧嚇。呢個咧亦都係有關阿根廷嘅發揮咧，同埋佢個人喺今屆世界盃嘅表現啊！咁其實咧阿根廷冇咗美斯咧，都依然 OK 嘅，係爭氣㗎嚇。喺上年3月嘅國際賽咧，美斯缺陣嘅情況下，連贏烏拉圭，甚至係大勝巴西啊！咁證明咗阿根廷咧就唔需要下下依靠呢個球王㗎啦嚇。但作為球迷，當然咧希望可以見到美斯嘅 last dance 係精彩好睇嘅，咪希望啦〜去到8強真係可以對住 C 朗帶領嘅葡萄牙兩大球王聚首一堂。咁最後咧要做個預測嘅話咧，作為球迷，波都係一場一場踢嘅冠軍啊！中意呢段片咧可以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 啦，同埋小弟有個 IG page 咧，亦都會同大家緊貼住世界盃嘅東西啊！世界盃都會陪住大家睇嘅，阿根廷嘅比賽會鐵打地。每一場直播去到決賽，同埋頒獎禮都會嘅嚇。如果有嘅話，好多謝大家。